新闻一开始来看，高雄做业连续3天拢熄电了，早上9点外，阁有将近5000户熄电，有民众是掉伫电梯内底。是连续熄电是互民众真怨叹。台电是表示讲，其中的2解是因为地下缆线上过久后期，会赶紧来换掉。台电是强调讲，一直拢有检查，也毋过即解各种的地点，伫检查的时候并无问题，嘛会针对做业地区会以专案来检查线路。 还好我们有自备录影灯。规个厝内暗瑟瑟，民众敢若会当家己点路影顶来照，因为外口嘛拢无点电火。21暗时9点外，高雄做营区又搁熄电，拢总有4938户受到影响，也有50岁女性受困伫咧电梯内底。好佳在消防队到场时阵，人已经互救出来。大概前几天就下午的时候就有停电过一次。 台电解说，除了第2解停电是冰山变电所供电出问题以外，其他2解拢是地下电缆线故障。研判是这缆线已经用22冬上过久啊，才会造成大熄电。19日及21日晚间2次的停电事故，受影响户数均为4000多户，主因为地下电缆的绝缘劣化，而且故障点位置不同。 地下电缆线会当透过仪器事先来检测，台电表示，伫咧2只各种的所在，因检修拢无发现到问题。所落来嘛针对各种的范围，电缆线拢总甲换掉，排定专案来检测做营地区重要的线路。也毋过连续停电嘛，引起民众不满。这3天停了3次电呢，都是很糟糕。这是台电你们其实这要经常就要保养好啊。你讲那个我们听不懂啊。台电非常的不应该那应该也要做系统性的这个检查。熄电的代志嘛，互高雄市长陈其迈批评台电应该爱做系统性的检查，嘛要求台电的高层去到市府说明，由消保官来协助民众讨赔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